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真相通马》嘅，我是刘佩珍。今天现场有请到嘅来宾是彭玉飞老师，彭老师，係咪老观众朋友们好？好，大家好，我是彭玉飞。彭老师哈，今天有请你来，主要是要来谈一张话题，老人跟神话都有关联，就会公演。讲到公演哈，我自家嘅感想就讲，从头我看到地度，TPA 都市地度，虽然冇乜素材做得去公演係輕重要嘅空間，不過呢，我自家都我知道講，要把按到公演上到天上上吼 ，TPA 雖然教嘅東西，佢都會嗰種貴族嘅做好嘅，甚至講做會塑膠嘅安樣型嘅教嘅東西，所以我本唔知道講，也個唔係。對我來講啊，都唔係以理想啦嚇，故所基本上來請彭老師大家分享呢個有關呢個話題。不過呢，在這之前，係咪先請彭老師老觀眾朋友先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家？這個我以前未冇當工人，我未當手藝。結婚之前，有生意些賺萬元。做生意是啦。做生意，咁因為我係職業婦女啦，還有到園區上班，我咪當反正是等於是當唔閒，我一個生意，你也6年生啊，6年生，錯，我工人係做生意些就。發講老唔強咯，我咪講，哎呀，工人用要你先寫些個工人冇強用，用寫些搞嘅吼，個玩具吼，工人冇呢，像個冇是動愛，強愛是冇買好搞啦，寫搞就講我係裝咧，係，我想咪喺開始。我是老太東人講，我咪係做嗰個媽媽以後，才開始看到工人問題。講我忽然講到呢個，我就想到，我哋雖然是看嘅公演嗬，因為知道講，嘅地度嘅東西應該都要 TPA 來 TPA 來殺嘅 TPA 做嘅，冇像兩下都好像貴族嘅辦過去，都會做強下。我印象中係雖然是因為我在中南嘛。中南嘅公演，透過聲音嘅時嘅嗰個印象，我本人知道講，我好像有啲素材，我有嗰種奇怪嘅人，在沒有在角落嗬。我印象中係聲音嘅時嘅，我媽媽其實假使講太年冇帶定佢唔放心本聲音嘅去公演，如果我聲音是印象，我知道講公演好像唔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唔過你看公演呢兩件事。本來應該係一個公共空間，係一個大家都共同應該要來利用嘅空間裝錯啊。故說呢一個問題都延伸到台灣人提到講，做媽媽之後，你剛開始關心呢一個問題，所以你就有一個阿妹嘅種心情，公演都在對你，還有你嘅聲音呢，具有乜個特別嘅意義？我咪寫些開始講啦嚇，寫些來為所在搞都在聊哈，工人啊、街路啊哈，白工下啦哈，乜個地方都都在去搞，佢後面我成日先我發覺，佢做我冇可能本件來去慢慢去搞，係工人是當重要咯，工人之前該主持人講哈，它是一個公共的空間啦哈，是工人做在本生意醫療，咪做在本你家中啦哈，我嗰邊咪做在稍微說，因為佢好安全啦哈，咪做在休息一下，冇你下大生意。好，冬天，它就一張係你係個居住的環境，都唔會公寓大樓啦。成日從時間本來因慣咧，都不卡對佢嘅
一些发展的咩讲好啦，我是想讲，不系做得几多个工人，那个做田野做咧休息，去东安村来聊，佢咪做得有佢嘅发展，落来做，你安尼个什么讲放电啊，不去省烟放电，去转移成为超台嘅精力体力哦，因为早做得哎呀发肥嘅所在，是咪我是好好啊，对，没有这种晕通，系啊，我看你也当作是个挑食嘛，阮朋友是动球啊，其实咪系通运通唔啦，其实玉萍他讲到童年时嘅经验、少年时嘅经验吼，我感觉你喺只时代嘅变化，变到讲公演嘅意思，可能透过嘅公演嘅意思来，你特别都市中生活嘅人，公演嘅意义无相同啊。你睇讲到讲，慢慢做去教去了啊，确实呢，我也想起来透过摄影师嗰种游戏的方式，还有嗰种游戏的空间，然后都市地都嘅生活经验都无相同。我印象中人摄影嘅时样蛮高，可能夫妻人甲爸妹啊嘛啥都提讲，那家嘅摄影呢，迄做了样板嘛啥老嘛啥又严格又香草又香大嘛个，就嗰种。人老人之间的距离，还有这种亲疏，我感觉老两下都市生活确实无相同。都市地方那种公演，如果在有非你去甲用带声音去公演聊的过程中，特别人的部分，你有乜个特别感受无？有，我上我一直是少子化哈，我咪系个。大家都一个声音，应该是一个声音。该其实冇买个判领啥系冇判，该是工人是有判，真正领啥冇几个判，唔像安尼领啥写些宠物系判，我是带去工人可是当一去啊，安尼。像下酒啊、造型睇落去，为拄到，佢可能唔熟悉人因，可是成日平台，为开始聊天啊，为讲成日用班啊，是有交到朋友啦，工人唔止未成日我讲谈嘢咪就系交到朋友，像安尼，像我系结婚就。都是做事，他们冇朋友。当结婚当都是做事生活。冇买朋友啦，做啲聊天朋友冇，是那其实工人人与人的距离哈，就是会比较减少这个隔阂啊，系，因为其实我知道话题啦都最头贴几只观察啦，就讲。我比方讲，我看到我做公演，你下公演冇讲，听到东西都强用。特别你做为个阿妹，因为你带照顾生意咧，你也感受到讲公演这空间对你的重要性。不过我做挺好奇的，就讲一般嘅人吼，感觉要冇好看冇好用，可能就忍耐忍耐佢。不过我感觉你都咧就讲我看了一个资料，我发现讲你都係群阿妹，就讲感觉公演出嚟乜嘅问题。不过你都愿意讲，我去落去做改变。我感觉你点落一般嘅做家长嘅做阿妹嘅起冇强用。天天来讲这部分，我相信老人听闻就讲，从你看你下嘅公演，特别都市之中嘅公演，你感觉你看到嘅问题，他要喺哪度？你下问题吼，一早系像讲係嘅，充唔係上到強容，是一早。表一早个邮具做担保，然后佢可能3岁好睇成日是都唔好搞诶。佢未有安嘅东西未有规定讲要慢搞。固定嘅搞法。所以两边送去，改变下去啊，总唔强容。
也是有一张问题哦，就给创造性小朋友的那个发展的时候，给创造性可能是总某可能容工人改变，不就是开发这个创造性这个，还有可能给设计，还给每个儿童发展，来想嘅，就是讲，反正就做在表面东西，做在你来是做在你教，基本讲好教么，做在高档球么，又让业界发展哈，有相关嘛哈，全部的我是做在底下工人，就讲以设计做。设计工业也嘅设计嘅人，係你都講公部門，佢冇去想用商業角度講商業發展，佢可能是要樣板型嘅教嘅東西，係你教嘅方式，甚至教嘅方式啦嗬。然後講創造性嘅部分，做精神性，就相當係生意是最近都白講下了嘛。我印象中係條生意是嘅用書嘅詞啊，拿來攞嘅詳細過，哎呀丟啊，天家最攞佢變到乜嘅通貨啦，係你屋嘅啊。在這個過程中，你的想象力，我感覺在這個過程中，就會訓練，會帶出來樣。不過你下個工人可能有部分工人就有下少了哈。工人係一個很重要的空間哈，好像有關工人還有乜個法條來討論，等下張哥轉到節目現場，協看一下。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邊現場有請到嘅係新竹市親子親善促進會嘅理事長彭玉飛老師。彭老師今邊談了個話題吼，一般人可能唔會感覺佢係問題，不過呢，因為你係作為一個阿妹，你帶點生意呢去公園了，你就發現講確實公園在你嘅使用當中。有啲素材可能做得本期變到很較理想啦吼。我頭講到我感覺你都入去阿妹先生去，就講看到問題之後，我想有行通。做啲成老觀眾朋友分享就講，都在你都在使用公園嘅過程中，特別遇到生意嘅發展，你都看到咧那道問題，你都會用辦法去發覺了道問題。你個做生意哈，開始先咪講，像你土地請個盪秋千、吊公公啊哈，咪冇簽到，工人冇，用完以後是溜滑梯個溜架好多，個吊公公簽到咧，看唔到，因為家長吼其實賣個去賣場哈，去賣個盪秋千，用一個我讀，幾時冇卡伊台長有發圖哦，唔係打掃對安排嘅喎。那是講，咁工人而有嘅東西用冇咧，開始咪係講，你哋有乜做哈？你有一張媽媽講。起的哈，你做媽媽的時陣搞是會生意好，做好嘅嗰一些哈，做幾去聊哈，聽好嘅嗰個節目啊，看哈，好嘅書，你講我起的哈，你係有啲工人有在嗰個盪秋千，我起的咪係強榮嘅意思，就是因為我們可能。從咧傳動到先本機，可是你做在老機嘅個環境，要咪好好變好好啊！個有科學些是有是講，個要咪做是開會，你咪唔知要咪做討論，你咪唔知要咪做係咯，個讓馬莎講，係親市長啊。親馬莎，你咪李總咪，係親李總啊，是親埋公部門嘛，你從唔啲嘅時陣，我是講，應該可能係
升到立中讲，啊，就会应该是讲摸新闻，靠新闻先好，就有一个方向嘛，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像有可能哦，那我们是不是就是来试着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妈妈就讲，反正又讲又忌讳啦，又扬，你莫讲是穷容啊，莫变啊，哈，是安尼可惜的。有份讲了个唐小像细细的事情哦，不过我唐也说我蛮感动的，因为吼，泰雅迪亚目前都市地都的审法吼，一方面太讲无限，一方面就讲看我就讲啊，冇做少年原来啊，环境较好因就不卡拉太嘅，也就自家买一组，唔可以想到讲。我喺做共的空间地都有一个按样的改变，大家都对向下来用。我觉得按样唐秀，我刚刚了一点作为阿妹，作为公民，我们的公民意识，在味道新也有一个秋天按样的事情当中开始发展啊，开始萌芽。啊，我唐也有一个行通来做医生去，后来你都做去摸摸的，慢慢有方向之后，后来嘞都在你都有整体都那个秋天吗？我们可能还要继续沟通，继续努力。可是你就老讲，像通常讲生意係叫佢拍，叫佢擺檔，叫佢發展，叫佢動作的手的肌肉啊，腿的肌肉啊，然後還有一個平衡啊，什麼，然後叫佢它有些跟学习也会有相关性，所以我们也一直跟就是觉得公园不是只是让就是这些游具美食是没单纯教了啦，嘿，其实不有其教育，还你讲对生业发展的意义啦，哈。是玉白哈是唐一个老师，小学老师佢讲，你下落小学哈，生业对头哈，从不会免受伤的地方哈。面破下嘢哦，那个哎呦，有冇安尼喏？你现在你搞的会不会受伤？是该手肘啊，膝头啊，让我面为受伤了吼。伊讲因为吼，佢唔晓得保护自家。我是问人讲，嘛个唔晓得保护自家，因为佢细些吼。没趴够啦哈，没足够的刺激，他的那个就是感觉统合那边有什么前庭觉啊、本体觉啊，或者触觉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就是他没有被好好的发展。就讲有适当的条件，生业上有法度发展，你也让部分係按樣嘅意思。因為他按樣，唐兒講吼，我延伸想到一張問題啦吼，你下看唔到公園地都看唔到秋天，我係以為太熱，係你講公部門之後講，生業按樣去講來講去挺危險，故說用一種想控制了風險嘅角度講。講起冇有呀個東西，就安尼可能公園冇該條公講，現在你咪去幽默啦，咪是第一個講你該個公園該種嘅遊具哈，你下有規範，安全規範，像該個高度啦，然後下面可能要有什麼墊子，該種有貼燈嘅，全部有規範，沒係講讓小朋友的安全會有被照顧到。那一開始的開始嘅想法係超快，可是我們安全呢，有時候我們就會覺得這個安全是，你知道嗎？他只要把它定住了固定下來，它就會安全啊，因為你沒有什麼危險的高度，它就會安全，所以這個就可能就是，也就是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討論講，安全用乜嘢係安全？係台引起的安全，是反正從矮啊，溜滑梯咪矮，你跳下來該。莫會受傷。你可能國外就愛兩站遛狗，該
遛人遛狗，遛人遛狗的动狗，佢咪做得走，佢，安是想，错啊，佢我们讲会有什么危险啊？我们要去起头讲，该危险可能还按你起头。又台音起头又危险，不够安全，可是小孩子相对他可能是冇机会好多讲容反应，系危险，有，错。那我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处在安全的状态之下？所以他一直在很安全的地方，他就会学不到怎么样保护自己。因为按我讲啊，这都挺有意思。意思讲，事实上你本己嘅那环境係像係安全，不過事實上佢自家嘅想法，佢將來嘅行動，佢唔好一直做咗一樣嘅環境之外，佢天生會讀到有啲環境係要自家想辦法去保護自家安全嘅。不過事先冇機會本己去練習。按樣講起來，本身也有一個練習跌倒嘅機會，可能也蠻重要哦。那該未有啦，你未有啦，公部門應。講，可是沒係問題啦，沒厲害改革，就是要面對，就是說，可能很多人因為小孩子少，然後是會比較保護，然後只要受傷，可能動不動就是要什麼國賠啊，賠償啊，咁嘅公部門也會緊張，因為驚，動都是溝通啦，然後厲害動的事情要溝通。有邊咁樣按樣談吼，還知道講，雖然講你都係一群，好像開始好像去尋問題，好像去指出那條地方不足嘅按樣型嘅阿妹。不過，那我就角度上，係你都對公園有隻想法，有隻期待嘛吼。所以你想象中，雖然嘅理想嘅公園，都得應該要有那條條件。他提到講，一啲遊具都聽好什麼罐頭化，全部都共用。那就講本身也有機會訓練自家嘅身體，身體各種嘅反應。除咗一個之外，公園你就感覺還有那條理想，應該要有達到，會較好。我你下漢語一陣好，我是就聽使用者的聲音。聽使用者的聲音。好，咁講很多公園理想嘅公園，愛聽使用者嘅聲音，在下一堂節目詳細來討論。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通馬嘅節目。今日有請到新竹市親子親善促進會嘅理事長彭永輝老師，老大家來談一個老生活有關聯嘅話題——公園。聽我講到公園嘅話題，大部分在討論講，公園對學生嘅教育生嘅重要性啦，吼。不過事實上，公園嘅使用嘅人，確實講會有非常非常多樣性。在永輝理事長你的兩篇。一個理想嘅公園，吼，頭我講到生意嘅部分，除咗一個部分之外，你都還知道樣板嘅公園，還做到發揮，有還較好，還較多人利用嘅所在。我頭先有講，我談嘅是工人係使用者嘅上，因為因為工人吼，佢某一天係都用聲音嘢。錯。佢嘅社區可能整個社區的人口可能好抬，高齡化的長者比較多，那可能涉及到一定生活上面會到公園去，那可能就需要知道他們的這個生活的形態，對方式係乜嘅嗬？比如他可能佢嘅樹遮陰嘅地方是豆的佢嘅走道是可能好發。佢走到咩是推介輪椅啦，可能佢聽輪椅時間，你咪你咪就工人有看到啦，因為又搶佢當媽媽哈，佢工人嘅時候翕相，翕種啦，老大翕相，老大家分享哈，講佢看到嘅嘛嘅事情，我知道佢了到媽媽哈當厲害，佢話觀察動勢
很细微提缝，因为讲哎，了无了用很多个垃圾呢，可能个垃圾桶，唔啦，冇使用咪叫我讲，我是错好，哎，了工人可能冇看到使用者有没有使用公园，可能就是设计的不恰当。好。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推这件事情，就是说可能在设计的时候是要多听一听，然后糖对菜体沙皮，去片给片沙皮的人口，还要办的主审，我是要嘛该哟。就是要多观察，要多一点时间观察，然后听一听，我觉得这个是公部门跟设计单位可能现在比较需要批号的时候注意的地方。以前没啊，佢讲是反正工人产都是安尼，其实发包工程去做诶，可能两个月三也是做好诶，佢可能就谈问李总啦哈，可是李总冇代表充分人啦，李总是讲佢李总看到的事情，我是都系唔啦，他会谈很多人，所以这个机制，我觉得是现在需要被设计出来的。就讲用把是使用在作为菜体的机密，嘛有在机密表他讲，嘛需要工业地度应该有那的东西，为他理想。你头讲到那个老人家的部分，确实呢，我都都市地度啊看到一到老人家可能在离安美，就会看护我送佢出去，我看到讲出可能几台，哎呀。轮椅啊，老人家做大照顾，所以讲，想伊给老人家给驾驶讲，佢因为有法度外出的时间，就两段时间嘅嘛，佢对佢来讲确实也蛮重要的，挺珍贵的时间。我咪就看到，反正佢系设计唔好嘅些哈，佢嘅轮椅用到改变，行嘅人仲在讲，两招师傅讲，哎呦，师傅讲。你用讲到爱路，讲到爱路啊，用咪，其实用使用的人冇错啊。我是讲该设计，其实设计的一些是好的去思考这事情。有样。跟你他提到讲，遇到一群做阿妹的吼，开始做来观察公园，也有去想，迄因为安样，你太个讨论慢慢的这样。变做后来有社团吗？所以介绍一下你的两大社团。那个社团叫做亲子亲善促进会了要名的一堂就这个行奏师啊哈，亲子就是大人小孩，有家长小孩，亲善黑炸还有发出家群友善的环境。按用他又会按用意思吗？超，我们超，因为讲亲子从爱让爱成嘅系亲子哈，可是爱妈妈让爱咪系亲子啊。哎呀，做散胎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可以做的事情，动动有呀。走在冠世园时期美动动所以是怎么讲？开始克服一些所谓看到嘛问题大家提出来。大家讲因为是冠世应该也食物安全因为冠世应该有整个环境或者文化问题，就因为冠世交通动作事情是做大家聚会一些是会讲出来然后就是讲的法题不是讲那边。卖东西好便宜啊！是咩嘢哈？你都一礼拜4飞1拜嘛？还是说公园地度读多的时态要就会分享一点？那我说这个组织我们就把它组织起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让更多的人去关心这个公共的事情。有非常多人来让你大差一下。有非常多人我知道讲富人家国安度怎么个？错嘛，传统的这种环境有一种想法好顾生也做好。跟着一群做阿妹的讲，想来做一个社团，你们有没有来自哪个方面的阻力？或卡人还是讲外貌？阻力系啊，我有人讲，不是差唔多。
冇呢。冇啊，竟然都主力可能好多的系一架啦，冇事件啦，冇事件，抢到时间诶，关心的事情一多，我卡时间没动到，可是台高还是会尽量的把它分出来，因为他觉得这也是教育，好，就是说他还省发青春有一部分，对，他其实也可以自己把第的时间好多诶哈，因为成因为太能去强好摆成长。这样今晚你都那社团，所以哎呦，对于讨论话题块是慢慢的都真正成立了，目前差不多已经有结构嘞。你要花了几多年的时间，然后给做出来？你下动整3年。3年，哦，一起的社团。你是动到跟很多的社团有做结合啦，然后去交流安样的吗？你就有好，因为聪母系妈妈嘛哈，你做在讲，可是大家学有专长，哈，每个人都有自家的专长。错，你是做在了种诶，可能行业好，了解了后，可能好没动好很好了解的议题，可是就是会有一个人，他可以把它转换就是把它变得说可以让一般的家庭要对理解，做对参与。像我们之前，我们关心那个水，就是喝的那个自来水的事情。然后我们也是啊，一开始我们又不懂那个水，那个用蛮耐，然后检查又嘛该唔好的。水质还要蛮检查，都唔对。那些什么元素啊，我们听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可是我们也是试着，就是透过理解然后去慢慢的把它变成妈妈可以懂的语言。就讲你在过程你的去家要努力去学习，理解之后又换做一个较方便本大家了解的方式去讲本其他的人。因为专家学者讲的，你常学中间时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功能，我们这个组织，所以大概也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关心公共事务。为什么我们会从妈妈这边，也是因为妈妈带小孩嘛，那她会把她的观念也给他的下一代。如果4年呢看到阿妹在做嘛该，佢可能也过长期也要去学习，比方他讲到里面水的问题，可能4年就提讲嘛该个水用把伊里是安全的，然后挺好的，挺有意思的。大概就是对我们的组织是这样。跟目前咧组织图咧，你跟他讲水跟议题之外，你都还有去关心过那种议题，你的经验在老太家分享吗？你好多还关心环境，就是像你妹妹是讲工人好，但是有去看你的个 FB 哦，嘛知道你的挺神奇，你都关心工业没讲，我先做是了解工业冇好，我希望佢用办改，唔单像安样。你还会去熟悉听到其他国家的各种的公演，看到哇，原来外国人有你的公演是安样，就觉得很有趣。你的地度有你是专门去熟悉资料的吗？有，你还没有到台北有一家特公盟它叫做还我特色公园联盟。有特色的公园咩系妈妈，以前阿妹叫做台北，新北你都姓做，你的跨县市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结盟。因为议题有的时候还是会要有一些在地的差异啦。做大家所在的环境不相同嘛。那有些资料就是如果有一些倡议的资料啊，他们会分享，然后我们也会去看他们分享的一些资料。因为人家讲采体的环境让议题不相同，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特色公园，如果个公园不是全部上都共用，可能要配合自己的环境。你假使那公园有一个特色，事实上
佢可能也會去引配嘅人來看來使用。我睇下啱講到，我就想到我有一年嘅旅行嘅經驗，我去布達佩斯，其實嗰片嗰種文產，都市帝都文產都有名。佢規個公園就是一個聽學的環境，我去看個公園上我嚇到呢，走上頭哦，你就看到一群應該講有年紀嘅南美人。跑出嘅水池地度行起嘅，佢個公園嘅水池地方做一個棋盤，哦，大家都見在文產地度按樣行起嘅，是繼續看到之後，哦，很神奇哦，唔過回想台灣嘅公園，可能就正經特別都市地度嘅公園，那個特色上是我出得面貌樣樣，可能分唔出來樣。我想有關那個行政師行政青山促進會，還有做那條工作吼，然後海豚節目，然後個請玉飛啦觀眾朋友大家來分享。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我係劉碧珍。今日來談嘅話題呢，係本新年嘅一隻樣板戲理想嘅公園吼。請到朋友飛老師大家來分享佢哋嘅經驗。頭先講到佢哋一群阿妹做阿妹嘅組成嘅一個社團哦，新竹市親子青山促進會，他有提到講，佢哋會去觀察問題，去想我來討論。除咗呢度之外，你還有乜個方式去推廣你哋嘅想法？用乜個行動去影響別人？你哋嘅行動嘅策略到底係樣辦？做嚟攞大家分享喎。好啊，那像你頭先就講安全，頭先咪要講該遊戲的安全嘛，你有隻活動，你是講本身嘅去搞真緊嘅，比如記啊，真緊記。你是準備真緊記啊，羅賴吧，還有豆啊，反正工具啦，是本大家搞。報名嘅個成員動作是攞嘢闖關活動。可是嗰個活動嘅設計，唔係講要買記啊，我係攞嗰個家長講。安全哈，還有買係教佢正確的使用方法。比如講，佢在遊戲本身，教育對象要包含家長。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為了要把這樣的觀念，爸爸媽媽啲哈，還是你是講，就是講，佢冇用過記啊呢。我佢唔曉記，佢當危險。你要做得冇一面，係錯。因為一關係。拿個嘅菜刀切菜，成日當拍動蟲，還是問佢講，用我開始做得切菜嘅，用來兩邊切菜，佢講，我媽媽唔係我卡肚都唔得拿菜刀，係啊，可是你當時用切菜嚇，講係啊，是個老闆活動好有創意，錯，還是講你好。跟媽媽咪講到喲，那成日做在那刀切菜哈，然後梗係咪唔會危險？佢講因為你要教佢用方式哈，我們就回到就是遊戲場的安全的問題。我們大概就是比較在做的倡議一個議題的時候，大概就是會用這樣的活動，然後去讓那個家長、父母親知道，那這是一個然後我們在講兒童創意的時候，創意要辦一批，我們也會在公園也會辦一些活動，然後就比如說，讓他畫畫，畫圖，畫家嘅題哈，題哈，平常畫題哈，我本應講，做唔得畫。你成日聽到做唔得啦，有樣，想做按到做唔得嘅用萬一發揮佢嘅創意咯。將來要辦做得，做唔得按到做唔得，你咪講用呢個活動嗬，讓更多的大人講，冇行事情是讓成員講做唔得哈。就講太人對成員態度做唔得，全部是禁止，好，應該係講用辦以鼓勵佢。
鼓励他这个活动，所以这个大概也是一个我们的方向。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是会观察到，青少年，就是比较大的小孩，年纪差不多19岁，还有佢1年级的些什么买提风走在搞哦，真嘅哦，佢可能速度，可是冇提风走在不几高有速度的。大概，你下面还有到好多个公园的设计者讲，因为公园设计的些一定要系了公园好发的公园哈，你讲因为设计莫冲不都冲不总发总筹，因为又要提供更好台声，然后走在走，然后去充分发挥他的那个活动游戏空间。孙登生也嘅发展，佢对小学龄前到佢国小嘅阶段到青少年，应该公园地都要有相关嘅，做得本佢去有料去发挥嘅地方。开始系讲就是怎么听设计，怎么听使用者的嘛哈。你每就盘下活动，你是准备动到该的卡片，你也表达你的意见嘛哈。唱一下。没第一是举牌。这个你的影响后，听到的选项，你的观察做嘅问题，要这样参与嘅引起讲，你做那啥问题啊重要。成日来有就是年龄很广，我们就是在那个公共的地方公园，对，每个人就会来选。可能会选偏手挑垃圾。因为你每次你讲过公园嘅偏手都挑垃圾。我有荡秋千，每就话调公共，我会嘅。睇嘢講偏手，假如咪就講佢，你咪話拄到嘅，我看有方便，佢咪就講佢拍的是講，我係嘅方便，因為走在工人聊友善環境，就是這個就是很多人的聲音。那我們就在想說，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舉牌的活動，對一個熟悉大家的意見，說，就是這麼多不同的年齡，然後不同的性別，然後他們其實他們的需求就是非常的不同，對，就在一個公園裡面，那這個我們也辦了好幾場這樣的活動。都太多行走師嘛。你都會用公園來判兩個發通嗎？錯。哦，有意思。就是反正是，你們還有一招就是，你們咪要盤一招，公園一定要有遊具嗎？公園冇遊具是怎麼的？成日是怎麼的去聊？你們要盤一個活動，就是我們就會拋出一個議題啦，就是一個問題，然後那我們就。那個時候我們就接着就辦了一個活動，我們就在公園裡面，你輕動到該舉上了啦，自小然後該也輪胎啦，還有該也樹兒，還有木板，是反正標的工人，某遊具的工人，聲音是自己搞，自己搞。哎呦，可能教行較久哦，因為佢香港還有樣的東西做嘛，該嘛哈，就一直走在想象說叫佢走嘛，然後是因為是叫走該迷宮，因為聲音是動好，該躲在那個空氣裡，然後該紙箱地板，可是兩種以後可能緊緊的該遊戲場冇出現，因為你聽到提供的那不應孔哈，是否又安全，就是安全的問題，就又會有一些安全的問題啊，所以我們就覺得，如果我們可以臨時有一些素材，就讓他們滿足這些小孩子在遊戲的時候他需要的那種發展的那種藏匿的感覺，這還有熊，對藏匿啊，那我們也是不同的議題，我們就是會。也都是媽媽啦，開會哈，有買做有買該嘅木該嘅物資有買有意思開始講，我不較方便哈，有該嘅汽車行自己落去擺頭，該輪胎去可能我不愛你，反正大家就是
冇动到钱，可是走了都。有份讲到两个做医生去的，特别木物资两件事情，等于讲迄你都作为阿妹给你。用班去老沙飞对发，去提出讲要拉需求，拉需求唔係為你個人，係為到下一台，為到生意，為到共享空間，很棒誒！我感覺拉個場挺神奇嘅。我啱咪要到當到，剛才朋友講，咩聲音咯，每天嗌錄嗰些吼。俺没事哦，那工人变好友善，环境好友善哦，俺没会用到啊。有样诶，那你还可以去做。操。咁用嘅目前為止，你講你都啦，下飛目前係3年嘞嘛，吼，有遇到乜嘅客太嘅困難嗎？有特別嘅樣板嘅挑戰？係你做大家分工都一順時。好太困難哦。是時間咯。時間啊，大家時間都一模限。你好做咩吼？時間都冇買一個時間。可是大家還是會盡量的擠出這個討論的時間。已經有一些會員，他覺得用下來討論那種事情吼，係幾一個時間，係幾一個時間，幾老幾一個。腦袋裡面的想法貢獻出來，可能都喺家庭的生活裡面吼，去好少有安嘅機會。有飛按講，就變到講，你都按用佢嘅是非，可能對有的飛業來講，所以一個他可以陳述自己，被他去講，然後就講，我們做場都會自我實現，那個自我實現過程又會奉獻俾共享嘅議題，很棒誒。我感覺挺神奇，挺好奇，挺想一個醫療下去人才做嘛嘅。聽下貴婦呀。係啊，所以有俾咗老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就講假使記得在自家沙期地都要想開始有要到行通嘅吧，你我本記得用翻佢嘅建議。建議吼是說你有看到問題嘅時候，你是可以執行，執行，要行通。就是那個想法，其實我覺得現在才網絡時代了哈。其實有的時候你可以透過，比如到有像就有你們的粉絲頁，叫我來講講，我 FB 嘅粉絲頁，叫我私訊你講講，有啥工人佢可能去改哈，你用去改用乜嘢，佢做得冇馬莎。了解，叫做發問。你說你可能你有自己現在的經驗啦，再分享俾佢。分享俾佢。哇，今天非常感謝玉飛來到現場，大家分享寶貴嘅經驗吼。在節目裡面呢，讓老大家講，假使你要對你的沙期嘅工業有乜想法，有乜問題，想做經驗嘅交流嘅話，做得上那個新作師親自親參促進會嘅粉絲頁來攞佢的提問題。然後呢，相關嘅主題，也有一本挺好嘅書做介紹俾大家，就係玩遊戲、風設計。今日非常感謝玉飛，也感謝觀眾朋友，下禮拜再會。